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小編維維啊。咁上一集咧就講關於腦部嘅保養嘅，今集咧就講眼睛嘅保養噶。大家有冇諗過點解年紀大咗睇嘢近嗰啲會蒙呢？對焦又慢咗呢？原來我哋嘅眼球入邊嘅晶狀體會慢慢變厚、變硬，仲會喪失彈性嘅，又係咁樣原因令到我哋係有老花噶。眼睛老化係唔止一種嘅，除咗老花眼之外，仲有白內障同埋青光眼。咁喺今集咧就會詳細講多少少嘅。跟住咧就白內障同青光眼咧係完全唔同嘅病嚟嘅，但係咧就有機會咧就可能發生喺同一個人身上喎，即係話同一個人佢有白內障有埋青光眼都唔出奇㗎。咁白內障嘅症狀咧，就係好似個玻璃咁，越嚟越污糟，睇嘅嘢模糊啦，又怕光啦，個顏色咧就會變黃嘅。咁個原因咧就係年紀啦，即係越嚟越大啦，有紫外線啦，同埋氧化嘅壓力嘅。青光眼咧就等於視覺神經受損壞死嘅，咁好似條電線斷咗，咁視野會慢慢收窄，初期幾乎冇咩感覺嘅。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我哋排眼淚水個防水排出咧受阻，可以令眼壓升高，增加視覺神經受損嘅風險嘅。咁有啲青光眼咧都會發生過，就喺正常眼壓下發生嘅。眼蒙查查咧係必然嘅事嘅，咁其實咧日常習慣做得對咧，可以大大延遲嘅眼睛老化。咁就第一個方法咧，就係應該做好防曬啦。咁可以選擇咧，表示可以做夠99%至100% UVA 嘅太陽眼鏡啦。咁樣記住喎，陰天都要戴嘅，因為紫外線咧分分鐘仲勁過晴天㗎。咁樣第二就係控糖啦。咁樣良好控制個血糖咧，就有幫助降低糖尿病相關嘅眼部併發症嘅風險嘅。咁少食甜嘢啊、精緻澱粉啊，幫眼睛減齡。第三點咧就係吸煙咧都會增加白內障等眼疾風險嘅。咁吸煙嗰時就等於好似用個煙燻對眼咁樣嘅，所以都建議咧就唔好食煙啦。咁預防青光眼保護神經線同埋降眼壓咧，咁第一點咧就係避免倒立長時間低頭啦。咁因為倒立同埋部分咧高強度動作咧都可以使眼壓短暫升高嘅。如果本身係患有青光眼或者屬於高風險人士，更加避免長時間倒立或者閉氣用力啦。咁第二點咧，就應該盡量咧唔好長時間喺摸黑嘅地方咧睇手機啦。如果忽然間發覺眼痛啊、眼紅啦、視力模糊、嘔心咧，見眼燈有彩虹嗰啲，就要立即睇醫生噶啦。咁第三點咧，就可以按身體狀況進行咧規律嘅中等強度運動，譬如健步行啊、慢跑啊，呢啲都係好好嘅方法嚟噶。除咗以上幾點要留意之外咧，其實可以透過飲食喎，均衡嘅營養飲食咧，就都可以保護到我哋嘅眼仔。咁咧就係食葉黃素啦、玉米黃素啦，就等於可以天然嘅太陽眼鏡咁樣。食啲深綠色嘅菜啊，菠菜、芥蘭、西蘭花、花青素同埋蝦青素咧，就等於微血管清道夫。所以我哋食多啲藍莓、疏腎杞子，當然有機會嘅就可以食多啲魚啊、核桃啊、奇亞籽啊、Omega 3同埋維他命 C 同埋 E 啦、橙、杏仁啊、牛油果、奇異果，亦都可以咧用啲杞子菊花去焗啲茶咯。咁中醫話嘛，滋補肝腎、明目清熱。咁今集咧就講到呢度為止啦，謝謝大家，咁咧就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
咁今集咧就講到呢度為止啦，謝謝大家，咁咧就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